14題就問啦，邊一個係香港發展新市鎮啊 New Town 嘅目的咧 purpose？ 咁啊3個 option 嘅，第一個 option 咧就係 decentralize population 啦，去分散人口，係咪呢？咁係人都知咧，發展新市鎮之前呢，我哋嘅都市即係九龍港島嘅維多利亞兩岸呢，其實呢，我哋都面臨住 overcrowded 過於擠迫啦、人口過多嘅問題。咁發展諸如沙田、大埔、屯門、元朗嘅新市鎮呢，的確係可以分散人口，去舒緩翻傳統維港兩岸，即係旺角啊、尖沙咀啊、灣仔啊、觀塘啊等地方嘅人口壓力嘅。咁所以一係啱嘅。第二啦，提供較佳嘅居住環境 to provide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， 係咪呢？我哋都知啊，原來新市鎮 New Town 咧嘅城市規劃咧，普遍係比起市區好噶。咁拎天水圍做例子啦，我哋有嘉湖山莊啦，嗱呢個唔係樓盤廣告嚟嘅。咁但係咧入面隔離咧就係天水圍公園啦、屯門啊、大埔啊、沙田啊。佢除咗佢嘅河濱同埋海濱發展得好之外咧，佢都仲有唔同嘅公園同埋休憩空間。咁所以咧2咧係啱嘅。3保存鄉郊文化，咁你要問下你元朗同屯門嘅 friend 咧，有幾個真係住喺圍村啊，住喺啲丁屋咁嘅鄉村地方啦？因為咧，我哋講緊新市鎮咧，好多咧都係大幅興建公營房屋啊、公屋啊、居屋啊，甚至私人樓宇。佢哋咧其實就唔係住喺一個真係鄉下鄉郊 rural 嘅地方嚟嘅。咁反而咧，你興建新市鎮、發展新市鎮咧，係反而會令到元朗、屯門呢啲嘅地方咧係冇咁鄉郊㗎。咁所以3一定係錯嘅，1、2係啱，3係錯嘅情況下咧，答案係 A for Apple。